讲到这复康联盟的党主席阙丰基呢，伊是去互指控讲摕中国资金，除了吸收这退役军人做政党的干部，搁再找人去选立委以外呢，甚至是派人去到 AIT 啊个军事基地翕相，为这做票都交予中国。检方也依照违反国安法，甲这阙丰基等7个人起诉。伫总统大会顶悬唱军歌，退役军歌阙丰基，2023年成立复康联盟党，则表示要展现爱台湾、爱中华民国力量。结果即马互检方查出，疑似收中国资金吸收退役军人做干部，佮去美国在台协会甲4个军事基地翕相，为坐标图交予中方。台中高分检去年底定结，照国安法将伊甲另外6个退役军官提起公诉。这个部门的理解是我们没有现役军人涉案。但是就国防部立场啊，我们还是要对这些被吸收的退役军人要予以严厉的谴责，即使是被役的这些军人或者是退役之后呢，还是要对国家负有忠诚的义务。检方查出阙丰基退伍了后，当年伫中国做生意，2019年开始接触中共业务单位，不过伊辩讲，资金是替中国朋友甲人股党业务费用，对方要求去军事基地外管，家己唔知用途是啥物，中央立委共同谴责。中共持续对我退役军人里面来渗透，本席非常的谴责，且这种动作对两岸的和平是不利的。中国渗透一定会有中间人，除了退役的将领，还会有谁呢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，可以见到中国的官员，又可以接触国家的机密，又可以接触到一般的人民，做选民服务嘛。所以对中国来讲，立法委员是完美的中间人。总统了阙丰基找资深艺人刘尚谦道歉，桃园区域立委选举最后失败，即马也出重组的证据。刘尚谦澄清，当初的竞选经费拢是家己走总的。党本来要资助我们一些经费的，但是我们都没有收到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中资。中方的人士我们也没有接触过，也从来不认识。刘委会声明，照管法规定，哪只的退伍军官判刑确定，都要交回所有退休金。对于复康联盟党的行为，内政部表示已经造成危害国安甲宪政秩序，会依法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